台湾话，以清水漂洗。应该安怎讲？安怎下？拖。内容是从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。释义以清水漂洗。例：叫你甲这领衫摕去拖拖咧，你是有听到无？叫你把这件衣服拿去用清水漂洗一下，你到底有没有听见啊？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。谢谢，请点击下面观看从一系列的影片。